咱不说生拖那个是的，咱们这些拖那个多呢，咱们上来的。皮装生皮的那嘛是的，皮现在就能皮酱嘛的，我就跟那个嘛的。你那给他打不打你个皮的？你给他什么年数啊？你那给他打不打你个皮的？抖音。张子，你女儿不是四川的吗？对啊。你教我2个四川骂人的那种。他康州天天骂我的，说也说不了，他听也听我听不懂。你教我2个嘛？哦，可以。你教什么？老子是哈本儿。老子是哈本儿。老子是哈本儿。哈本儿。老子是哈本儿。对。老子是哈本儿。而且还有吗？老子瓜戳戳的。老子瓜戳戳的。老子瓜戳戳的。老子瓜戳戳的嘞。老子是瓜戳戳的。老子是瓜戳戳的嘞。啊，对。等一下啊，我骂他再说。到这里。哦。感觉。老子哈本，老子是哈本，老子是哈本。啊！老子哈本，你太凶了，老子是哈本。要对。你老子哈本。对。老子瓜戳戳。你太凶了，你出去跟别个说，出去别个说，别个害怕你，天天说，你一直说别个。你干嘛嘛？我害，老子不行，我简直太害怕了。老子哈戳戳。我马上回老家了，我要走了，我回去了，我太害怕了。老子看了，老子哈戳戳。啊！你别笑。哈戳戳。这，哎，你骂完下次。哎，要得，时间你慢点好，这个小区都晓得了，这个小区都晓得你是哈本了。老子哈本。你全的事都晓得了。老子哈本。你最牛逼。老子是哈本。哎。老子是哈本。老子是哈本。好，你赢了。老子是哈本，哈戳戳的。你就是哈本。老子是哈本。牛批。你下来。我不来了，你牛批，你是哈本。对，你哈戳戳的。老子是哈本。对，就是你。抖音。哎，大哥，那个卡利发你知道咋整吗？哪个？卡利发呀？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。你得问一下嘛，其他人不知道。哎，大哥。那个卡利发怎么走？哪里？卡利发。我说了不知道哪里走嘛，你知道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说了嘛。你不知道吗？说了。睡觉不让睡觉，干什么？行。那个你过来干嘛？我说了不知道，我写了你叫我干嘛？我睡了，我睡一会儿，你让我睡吗？我不知道这里写了，你叫我干嘛？我睡一会儿，我不知道，你问别人嘛。我知道了。你看啊，这前面那个路口看见没有？就那个路口直走，然后拐过去，看到一个商店，然后。看你这不知道，我带你过去，走啊！卡利发吗？那里走，哥，是卡利发区吗？卡利发区那边走就行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卡利发区吗？那边就到了。
马上，好啊，你哈利巴去吗？看哈利巴去吗？啊，我带我吗？抖音。